過咗，準備3、2、1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姜濤。首先好多謝大家一直以嚟我入行以嚟對我生日嘅應援，尤其是今次見到大家都好用心地準備我23歲嘅生日，所以都發自內心好多謝大家。生日願望，其實我嘅生日願望好簡單，我諗好多人都一樣嘅啫，應該都係希望疫情快啲過，希望我哋每個人可以快啲恢復返正常嘅生活。但係喺疫情期間，希望大家都要充滿愛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幫助啦，咁一齊度過呢段艱難嘅時候。所以咁我哋就可以快啲去旅行。所以都再次希望大家都所有人身體健康，所有支持我嘅 fans 姜糖們，你哋都可以永遠幸福。